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个话题呢，是问世界呢，最近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这个身上发生的这个事件。现在这个问题的本质已经平和下来了。怎么说呢？达赖喇嘛这个问题发生之后，达赖喇嘛的私人办公室也出来公开道歉的。但是这个道歉的这个呢，这个小孩的，这个男孩的家人、当事人，他们说没必要达赖喇嘛的私人办公室来道歉或者达赖喇嘛来道歉。他们不认为这也是一个法律问题。这也不是一个达赖喇嘛的不正当的什么性骚扰这个事情，他们认为还得到了达赖喇嘛的这么一个爱戴，他们认为很光荣他们就这样说的是那这个事情它本质上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个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它的这个后续现在一直在闹，国际社会上的这个新闻的这个热度，现在还没有降下来。没降下来，还是有来有这个闹的就是有来有去。前一段时间，达赖喇嘛访问这个印度新德里的一个宗教会议上，在这个期间，也老过了的这个媒体的记者要追问达赖喇嘛这个问题上，达赖喇嘛也说了My heart is clean， 意思是我的行为是正当的。那行为正当但是这个看法是不一样的行为归行为，但是这些实际的行动归行动的。这个所谓呢，这个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rum模传言，现在还没降下来完全。所以呢，这个期间呢，我一直在沉默因为这些问题呢，就是一个宗教问题。达赖喇嘛的问题呢，宗教问题是信仰问题。所谓在信仰问题上说的是，我们不能说的太深，有潜流，不说是最好的。像我这种人，也这个舆论的一个攻击，一直都是舆论攻击的一个对象。我们在宗教方面说三道四说的比较多，所以呢，其实很多人不喜欢这样的。那谈政治问题要话，直来直去的人，政治方面是吃不开的，对吧？那谈科学问题，那就是有深深的依据所谓呢，这个信仰问题呢，我一直在这个方面保持这个沉默的原因，第一是这个。但是呢，现在我的一些华人朋友，特别是说中文的这些人，因为中文社会里面现在闹的最多的是中国网军中国网军，吴某的这个网军，前中国的这个《环球日报》的总主编胡锡进，这些人，这一次德确他们抓到了把柄这么好的材料，可是可惜的是他们不会利用这个，他们加工的艺术还达不到一种阶层。所谓他们把新的几个的帽子新长几张都是算在这一次又算在这个达赖喇嘛头上，又扣的新的几个的帽子都在一块扣，这个太过分了，人们看起来不舒服。说是西藏的几个社会这个我以后再谈几个社会的什么黑烟龙怒耶诞他把这些都中国的白皮书里面写的这些都是翻过来再念一遍的，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这个也我们在这里阐述一下。第二个呢，西藏自己人出来这是什么西藏自己的文化呀？西藏本身有这个吐舌的这个理解的方式然后在宗教上说要表白达赖喇嘛，然后要把这个民俗上要表白达赖喇嘛，
声援达赖喇嘛的人，西藏一些人其实可以这样说，但是呢，说的不像样子了。达赖喇嘛的行为方面辩护的怎么样，我很难说。但是呢，西藏文化都抹黑了，这些人因为是不懂嘛，本身是，那这个是完全是一片胡言了。这个也是。与此同时呢，支持达赖喇嘛的，可以说是声援达赖喇嘛的人说，西方文化对我们的霸凌啊，或者是这是这个白人的至高无上的一个行为来，我们是 undermine 我们的这个弱势群体啊，又说了一大堆，是不是？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西藏自己人也不仅仅是达赖喇嘛犯的错，西藏的达赖喇嘛的信徒的一些做法也的确我们是看不惯的。所以呢，我今天就加入这个舌战的，不是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在一个旁观者的形式要评价一下啊，我们说一下自己的看法。看到这达赖喇嘛的行为问题，他到底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人的行为是不好评价的啊，除非是神，因为，但是呢，各种各样的人评价达赖喇嘛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也按照我们的经验说一下达赖喇嘛的行为问题。大概就说到这一点。那首先是我们谈达赖喇嘛的这个行为啊，他为什么要做出了这么一个出人意外的这么一个事情？最尴尬的啊，萨克麦创这个不是一个文化问题，对西方的这个世界里面的西藏也没有这种文化，这个说老实话。但是对现在这个西方文化也好，现在的这个国际社会的主流文化里面来说的话，这是完全是性骚扰的，侵害妇女儿童的这么一个行为，这是犯法。比方说我在的这个澳大利亚，比方说我在这样做，不要说是他人的小孩，我对我的小孩这样做了，我的小孩如果是告了我的那个的话啊，他们告了警察的话，那可能我在那个看守所里面待一段时间了，这是犯法的。比方是你在过节的时候，你不过那个人行道，你去那个马路上随便过，那警察可能来，交通警察来问你。你说这是我们青藏高原呢？我在西藏的青藏高原上，我随便走路，这里为什么不行？这是我们的文化，这个能说得过去吗？这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这个不是文化问题啊。西藏人说什么是我们的文化是怎么巴拉巴拉，这不是文化问题啊。这个我们有说老实话，这些都是这个根本就扯不到一块儿来。这不是文化问题，这是犯法和合法问题，这是犯罪的问题啊。但是我刚才说达赖喇嘛的行为方面，我们猜测的是达赖喇嘛的行为方面，一个是有意，一个是无意。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看了，也许达赖喇嘛的这个行为是无意的。为什么呢？我们讲一个故事。公元的9和10世纪之间，西藏出生了一个伟大的这么一个圣人，叫米拉里巴。这是西藏的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米拉里巴是什么人，何人啊？这是何等人？大家都知道。米拉里巴这个人，他在一个山洞里面就做那个禅坐。这个时候呢，他的贤妻和他的妹妹来看望他。这个时候，妹妹一进去啊，她的老公米拉里巴坐在那个石头上，裸体的方式就在那地方是禅坐。这样一看，妹妹说，不是他的妻子说，不行了，老公你要穿你的下身要改，你的妹妹要接近你。他说，米拉里巴说，妹妹进来可以啊，凭什么我要改我的下身呢？他说哈，你的身体都已经落下来了。他说是，这些都是大自然制造的，这为什么？那为什么他不能看呢？那是不是我的这个指头啊？这是个指头也有一个遮羞布的要剥下来，因为这些都是也伸出了。
在西藏的文化里面，这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比较有名的。然后呢，妻子不听。现在大家看的穆拉里巴的这个唐卡呀，他的画像里面，他下身都去给一个遮羞布。以前的话，他连遮羞布都不给，他因为这些都是自然现象，人归自然，这个都是自然现象，生命归自然现象。他以为是这些都是自然现象。我为什么讲这个呢？达赖喇嘛是这么一个文化圈子里面，他这么一个范围里面长大。他认为这个舌头伸出舌头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啊，他不知道，伸出舌头是闯这么大的祸，他可能这是他的成长的环境有关系的。另外呢，达赖喇嘛大家都知道他是出家人啊，那么有老婆孩子嘛。假如我是孩子的爸，我没亲口接吻过的那个小孩的口啊嘴，因为人的这个嘴啊不干净的，像我们这些人，像我们这些俗人啊，抽烟啊喝酒啊，所以呢不卫生嘛，所以我就不要说是他人的小孩，我连自己的小孩都用嘴里没亲过他们的嘴，何况是说舌头伸出来听一下我的人，因为是达赖喇嘛不知道这些事情，他没有小孩。如果他有小孩的话，也许会感受到这些事情。这一点是达赖喇嘛无意当中去做出了这种事情，这是无意方面的一种说法。但是，是不是达赖喇嘛有意做这个事情？也许。达赖喇嘛的心里产生的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达赖喇嘛是个卷在这个金网里面，困在金网里面，放在神坛上的一个鸟，他一直夹困在那地方，他的这一辈子都当了神的代言人。他这方面的焦虑感不是我们一般人能感受不到的事情。达赖喇嘛一定出来，你们不要瞎说我是观世音菩萨呀，乱七八糟的，我是普通人呐。生死白头的这个自然规律里面，谁都逃离不了啊。超越大自然的一个神是根本不存在的。达赖喇嘛说：“我的别疼啊，哎呦也算了。”但是他的信徒啊，不愿意听这些话，他们一定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个神，他夹控在那个神的一个那个阶层上，根本，所以呢，达赖喇嘛根本没有办法阐明他的这个人的这个性格，所以这是达赖喇嘛最大的一个痛。所以达赖喇嘛说：“我既然是一个人，还不仅仅是一个人，会犯错误的这么一个下等人，用这个形式来，他告终像尼采说的，上帝已经死了。达赖喇嘛说，神已经不存在，现在这个世纪里面，神的文化已经淘汰了。”达赖喇嘛很乐观的、很乐意的看待他犯错误。达赖喇嘛认为，他犯错误是很正常，人会犯错误的。他没有错误才是怪啊！他最害怕他没错误，他不犯错误，所以他用自我牺牲的方式来表演这么一种把戏吧，这么一种戏。这个用处很大。西藏的这个文化圈子里面长大的，所谓像我们这种人是能感受到的，其他的人一般都感受不到。因为达赖喇嘛和这个宗教文化非常浓厚的西藏这么一个
地区里面、文化圈里面来说的话，人文精神是非常重要。西藏的著名作家嘉阳诺布大家都知道，嘉阳诺布说过，达赖喇嘛像这样一个大腹的下面长不出来任何植物啊。这个植物是什么意思呢？人文啊、民主啊，什么都长不出来，因为这不是达赖喇嘛是什么什么人，但是达赖喇嘛所代表的这个达赖喇嘛为旗帜的这个文化的这个环境下，这个长不出来。我们多么希望这个文化上的 Renaissance、Enlightenment、文艺复兴啊！西藏人真正需要西藏人的一个文艺复兴。我们这些文化人可以说是我们这些人经常提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没办法。所以呢，从这个方面，达赖喇嘛自我牺牲的方式，他把自己神坛上要拉下来，像普通人一样。他要宣告，观世音菩萨已经不在。达赖喇嘛几次都说过这么多话啊。他说他愿意当最后的达赖喇嘛。他说过他的下一生达赖喇嘛也许会转成为一个女人的啊。或是达赖喇嘛说过，要转世达赖喇嘛、15世达赖喇嘛的这个事情呢，那时候的西藏人需要不需要？他说了，他这个已经说白了，达赖喇嘛是人的需求啊来制定的，不是本身不存在达赖喇嘛。他连这个话都说了，但是西藏人不会听这些话。我所了解的达赖喇嘛，这些西藏的这个宗教的这个神职人员里面，他比较有冒险精神的这么一个人。他比较有冒险精神的，他可以说是敢做敢当的一个人。他放下他的这个政治权利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在印度达尔木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里面工作，那时候达赖喇嘛下了决心啊，但是这个危险性很大，因为他周围的这个利益集团，他特别的他们的这个教派，各个教派里面反对的声音很高啊。但是达赖喇嘛下了狠狠的决心，他的政治权利已经放下来了。这一次啊，想办法达赖喇嘛把他的神职身份也要拉下来。这样的话，对西藏的文化、人文的这个环境创造一个条件。这样的话，西藏人民这个变化会是变好事啊。我一直都认为这个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也不认为这样，人会犯错误的啊。这一次我听说内部信息，这个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确的。达赖喇嘛的这些代从，他的这个佣人啊，或者达赖喇嘛的私人办公室里面工作的他周围的这些人，去汇报达赖喇嘛，哎呀，老佛爷啊，这一次这不得了啊！现在都是攻击我们呐，国际的什么大媒体都已经报道这个什么，这怎么办？达赖喇嘛说没什么了不起的，去公开道歉。但是这个私人办公室的人又不好意思，达赖喇嘛的名义上要公开道歉，他们人家写了他们办公室的名义就写了一个道歉书。达赖喇嘛当时听说这个，哎呀，现在已经砸锅了，新闻国际社会都是攻击我们的事，达赖喇嘛哈哈大笑。哎，我跟你们说过，人会犯错误的。所谓达赖喇嘛的这个意思是，他是一个人。达赖喇嘛的最大的心理的执着，心理的最大的痛苦，我们认为我们不是神，这是有我们的痛苦吧。但是达赖喇嘛的难处啊，他一辈子都当了神的代言人，所以他根本没机会当一个人，正当公民的人。所以呢，这一次就是一个机会。达赖喇嘛所谓历史上也就有过几次这个道歉的这个形象啊，他也某种问题上他也就发表过他的
道歉的啊，他其实都出来很高兴了。所以呢，这一次那个小孩啊，他那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小孩，他那个人宣导出来，达赖喇嘛，我能不能给你拥抱一下？达赖喇嘛为什么要那么高兴呢？因为达赖喇嘛人与人之间有对待的时候，达赖喇嘛很高兴的。哎，你听一下我的这个额头啊，或者是你亲一下我是不是有人啊？我是不是有温度啊？因为达赖喇嘛用人来对待的话，他很高兴。之前我也接近过达赖喇嘛，我们说达赖喇嘛你是谁啊？什么什么？那是达赖喇嘛一般的感觉。说老和尚啊，说用我们这个哥儿们的形式，用人的形式来那个对话的时候，达赖喇嘛很高兴。所以呢，达赖喇嘛的困难啊，他的痛苦，他心里的难处，不是达赖喇嘛犯了什么错误，达赖喇嘛不犯错误才是贵的。所以呢，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样的话，我刚才说了，西藏的这个人文精神方面，集体的这个教训方面，就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我刚才说了，达赖喇嘛的这个，他比较敢做敢当的啊。我刚才说了，他把放弃这个西藏独立的这个事情，他要所谓的走这个中军道路嘛。在这个时候呢，达赖喇嘛的亲哥哥出来啊，指头顶在达赖喇嘛的额头上，哎，亲爱的小兄弟啊，你再不能这样做。如果你放弃西藏独立，这是出卖西藏的国家。我们这个家族钉在西藏的历史上的耻辱的这个点上，我们是藏人。金子说达赖喇嘛自己说的嘛，我哥哥其认证，但是达赖喇嘛下了决心，他不追求西藏独立。所以达赖喇嘛这个方面比较敢做敢当的人。比方说达赖喇嘛现在已经86岁了，不过达赖喇嘛性需求方面，别人是他就控制不住他的那种的这个色情方面的这个需求的话，他那个年代可以公开出来还俗的。那班禅大师也不是还俗了吗？他照样是西藏人民的班禅大师。达赖喇嘛还俗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达赖喇嘛这个方面把持得很严。我可以说是他这个方面是他的宗教的这个修炼呢，他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可能是。但是在这个方面我们不能过度的评价，这是完全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啊。第二个呢，我们现在要说这个问题，中共的这个王军、吴毛、胡锡进乱七八糟这些人说达赖喇嘛是什么？这一次又说封建农奴啊，什么猪啊，西藏的传统文化是什么？什么黑暗呐、落后啊，就说了一大堆，巴拉巴拉，他们经常说的这个。我们在这里说一个，达赖喇嘛这个人呢，说老实话，14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不是1世，现在只是14世了啊，那不是佛经的14世，还有我们现在只弄的是15世，会不会转世15世的这个事情，是14世这个阶段，站在80岁的这个老人，他亲政过西藏嘛，的确他亲政过，他把西藏王当时在那个西藏的那个当了8年，这个8年期间呢，共产党的革命委员会和达赖喇嘛的这个政府联合治理西藏的。这时候呢，根本不存在什么搞分级农奴制啊，农奴的这个他是中央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啊，达赖喇嘛是。因为1954年，达赖喇嘛就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那是党和国家的领导阶层，班禅也当，对吧？那这时候呢，达赖喇嘛什么时候亲政的呢？达赖喇嘛登基的，像皇上一样登基的那个时候呢，1951年
那是个西藏的半个江省已经去共产党侵略了，强多的战役已经去西藏全军覆没，西藏的这个部队已经去惨败的情况下，解放军已经去来到拉萨，占领了这个拉萨。在这个时候，达赖喇嘛进的，这时候拉萨有革命委员会和达赖喇嘛的这个政府啊，联合在拉萨治理8年，然后这个也失败了之后，达赖喇嘛流亡出来，他就建立了这个西藏流亡政府。西藏流亡政府一个民主体系啊，说是三权分立的这个体系里面的这个现在很不完善。不完善是也不是全部归责达赖喇嘛的问题，这个还是西藏的文化呀，各方面都是西藏的利益集团呐，它是各方面牵扯各方面的。我本人也参与过这个流亡政府里面的选举的人，我也参与过这个施政的人，所以呢，我知道这个事情。它本质来说，达赖喇嘛亲手这个怎么说呢？建立的这个流亡政府是一个民主制度，可以说是达赖喇嘛的主观愿望是这样的，达到了没有达赖喇嘛的这个要求啊，完善的一个民主体系啊，这不仅仅是达赖喇嘛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广大的西藏人民的人都来要做啊，对吧？我们这个作业不是一个行政体系方面能做到的，文化方面也需要反思，文化方面也需要革命呢。民主是对西藏来说的话，一个新不可为啊，这个一下子是这个腾不了的，对吧？这是不是达赖喇嘛问题？但是达赖喇嘛来到流亡社会里面，他亲手建造的，那当然不是。首先是分金农奴制是不是的啊？分金农奴的制度是不是？是不是这个？那这个是绝对不是。在我们说这个达赖喇嘛当这个分金农奴的这个部分啊，共产党说的是他是什么分金农奴制？是达赖喇嘛，可惜他没有机会当这个分金农奴主了啊，因为是他在拉萨治理8年的这个时间里面，他是共产党和党的这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呢。如果你们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拉萨治理分金农奴这个制度的话，那这个直接责任归在那个中央。你们韩人政权呢？韩人政权给这个权利的，直接的责任就是归在你们身上了，是不是？胡锡进啊这些人，你们骂这个分金农奴制的时候，分金农奴制是你们分好的啊。达赖喇嘛18岁的时候，16岁的时候亲政呢，那是个共产党的政权已经建立在拉萨，是不是？革命委员会那时候建立了。他哪有过分金农奴制啊？对呀，达赖喇嘛在拉萨待了8年，跟共产党合作，当了2个身份的，一个是西藏的政教领袖，一个是人民代表大会的这个国家级的这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达赖喇嘛流亡出来了，达赖喇嘛的这个职务，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一直留到74年吧，大概74年75年。那你们为什么不撤职呢？所谓他没有搞分金农奴制，那可能你们就没有撤职达赖喇嘛的这个职务了。如果达赖喇嘛那时候搞分金农奴制的话，那中央为什么不撤呢？撤他的职呢？那是不是中央愿意搞分金农奴制啊？所以你们说分金农奴的这个帽子啊，历代的西藏的这个政教合一的制度是不好的。我也认为是不好的啊，那完全是不是十全十美的，那个制度绝对有毛病。所谓那个制度不好，那就是现在我们就家破人亡，西藏的国家已经失去了那个，因为是这个原因，只要是归这个分金农奴的这个制度是不好的。但是分金农奴的这个帽子扣到达赖喇嘛的头上的时候呢，达赖喇嘛没有这些责任，他没有参与这个分金农奴的这个制度里面，他没搞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帽子呢，以后我希望以后你们在达赖喇嘛头上扣这个帽子的时候，你们要注意一点。
这是一个。然后呢，你们说是拉萨的这个博物馆里面，革命博物馆里面拿一些西藏的法器啊，说西藏的这个社会是什么啊，封建啊、农奴啊，说了乱七八糟一大堆。我在这个方面说一下，以前的这个满清王朝的时候，西藏来过这么几个驻藏大臣，所谓的安本啊，来过几个，这几个安本来拉萨没事干做事嘛，没事干找事，他们想办法把西藏政府和人民要对立起来啊，国民什么要对抗，这个要推翻西藏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政府，他们一直都有这个意图的。所谓这些安本呐，他们把要改造西藏的这个这么一个清单列出来了。这个清单里面呢，不仅仅是要改造西藏的这个政治制度，还要改西藏文化的这个制度啊。他们说把西藏的这个天葬，人死了这个西藏就是天葬嘛，这个天葬也要改，因为死人这个围在这个烙印啊，或者是这个是很不一个毛头，他们说很不文明的，他们说这个要改。你们看嘛，现在那是那个安本啊，他举报中央的这个西藏的这个黑岩社会的时候，他要要改这个东西，这是安本立下来的一个清单部分。他为什么？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文化的内涵呢。西藏人死了之后呢，西藏的文化里面，人的身体啊，根本不是什么的。人只要注重的是西藏的这个文化里面，人只要注重的是人的灵魂啊，灵魂是永久的。西藏文化里面只要谈的是这个问题，生命的价值就是在灵魂，不是在身体。所谓西藏人死了之后，他用金银珠宝来包装成一个什么棺材啊，然后把这个神圣的一个地方埋在那地方，又浪费这个土地，又浪费这个人的这个金银珠宝，根本不做那些事情。人死了之后为烙印，因为烙印在饿嘛，因为做了一些善事啊，人的身体为烙印。但是在那个做丧事人的这个治丧的那些人啊，做丧事的那些人，要人的身体要洁癖，在那个天葬台上要人的身体要洁癖。你们也肯定看过一些人的这种照片吧？人的身体洁癖这个，我也去过，我们的那个亲戚朋友死了之后，我也去过那个西藏的那个治丧坛里面，他们把人的头啊四肢都砍下来，然后看观众，治丧的那些人选看，这是某某某亡人的头啊，这是某某某亡人的一个脚啊、左腿啊，什么说。这么说的意思是，人的这个身体啊，西藏人来说的话，差不多那当70人，血、痰、尿就是用这些组成的，这个根本没啥价值。对啊，人必须要注重这个灵魂才有永久的，灵魂才有价值的。讲究这些灵魂的这个价值啊，身体根本不，因为是身体上面的需求太多，那么痰啊、色啊、乱七八糟的这些都是为身体来的。所谓人的身体不注重的话，那这些痰色这些人的这些怎么说感受的来历都已经消失了。所谓呢，西藏人一直做这些事情了，西藏的文化里面做这些事，但是安本说这个需要改造的地方啊，这个他们认为看不惯。一样，现在的这个西藏的这个革命博物馆里面，他们有宗教上面的一些法器来说，这个根本不懂的事情。你们没有深入了解西藏的什么文化，所以呢，你们按照你们的意识形态来给西藏的文化都是扣一个帽子，这个是。比方说这一次达赖喇嘛的这个做法，这个很尴尬，这个上你们可以做一些宣传的啊，我也承认，但是你们吧，要评价西藏文化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的水平太低了，你们还没达到这个地步。我没说西藏文化是什么十全十美，
西藏文化也要改造，也要与时俱进啊，符合当代人的这个口味。但是呢，西藏的文化里面要表达的这个内在价值，不是像你们说的这么简单啊，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呢，西藏的这个吐舍礼，这是一个礼貌，这个方面也说了很多。我本人啊，也是西藏，现在从传统的方法来说的话，我是西藏阿姆多那地方出生的。西藏的文化里面说啊，西藏现在人看西藏是一个，说西藏是一块儿，但是我们语言上、历史上、种族上，我们都是认为我们都是同族同文。同种，我们有这种说法的。但是呢，西藏你们知道，西藏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区域啊。西藏3区的文化都是不同的。你深入这个西藏的文化里面研究的时候，你去调查的话，西藏3区都是不同的。达赖喇嘛和我们的出生地是青海的。现在中共的行政区里面来说的话，我们是青海。青海那地方啊，根本不存在吐舍礼啊，根本不存在，我们那地方是不存在的。但是这种理解的方式啊，拉萨西藏的后区前藏和后藏那个部分的人，那个地方的一些人有这个现象的。但是这个也是主人来了，那佣人可以给做这些动作的。但是在同时啊，是这样的。但是当初我们从青海来到这个拉萨，然后再来到这个力旺社区的时候呢，一些人做这个的时候，我们也还是有点不舒服啊。这个看这个的时候，因为这是奴隶，话说直接一点，奴隶给他的奴隶主啊，佣人给他的主人做的一些动作啊，这个也不是一般的理解的这么一种动作啊。达赖喇嘛根本不可能做这些事情的，因为西藏文化，因为你们乱评价嘛。所谓的西藏文化里面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东西的，这是事实啊。但是我们刚才说了，达赖喇嘛做这个事情呢，我们不是用文化上的又挂钩在一起，这是达赖喇嘛个人行为上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依据啊？这是非常重要。西藏文化上不存在这样的东西。我说我们的安多那地方，现在说的安多那地方，人在2种情况下可以伸出舌头来。第一个是害羞啊，你不该做的事情，你比方是发生了口误，观众面前，这时候你的舌头要吐下来，舌头要伸下来的时候，你的半个脸也基本上已经红了，因为是第一个是，比方是发生了一个不该发生的事情，比方是天塌下了，这是个人吓得把舌头要吐下来，就这么2种。我们那地方是不存在那地方的。西藏的康区也是一般不存在。拉萨的前藏和后藏的佣人和这个主人之间存在这么一些现象，这个也不是普遍的啊。那所以我刚才说了这么多，这个说的原因是我们大家都是谈西方文化呀什么的。刚才我说的这个西方文化里面，达赖喇嘛说萨克麦庄，这个西方文化里面是说不过去的吧？那这是我们的东方文化的话，那这个很难说。但是这些都是瞎说，这个都是没必要的。我刚才说了这么多，这里呢我再说一遍，那就是一个达赖喇嘛的这一次的这个意外的这个事情啊，西藏的人民来说的话，那取了一个集体的教训，那非常重要。
这个在西藏的人文取向里面，那非常重要。为什么呢？达赖喇嘛也是会犯错误的，达赖喇嘛也是一个人，人会犯错误，犯错误了这个会纠正错误的，也会公开道歉的。这个对西藏的人文精神方面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呢，我今天就说到这。我刚才说了，如果达赖喇嘛不犯错误才对啊，达赖喇嘛不犯错误才对啊，他是一个人嘛，人会犯错误的。一些西藏人说：“哎呀，了不起啊，什么什么的。”这个怎么说？我们的精神领袖不允许犯这个错误的。就这一些人就这样，我们的精神领袖也好，哪个民族的精神领袖也好，精神领袖假如他是一个人的话，人会犯错误，这个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人犯的错误，永远不会承认这个错误的，才是真正的错误啊！人犯的错误怕什么？可以纠正吗？可以承认错误吗？达赖喇嘛这样的要公开面对啊！达赖喇嘛，我说达赖喇嘛几次都做过这样的道歉的，道歉做了这个也就不是完事了吗？如果成了法律问题，那用法律来解决。这一次呢，就没成为一个法律事件，因为当事人没搞这个事情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民事问题，现在就这样结束了。但是这个意义很重大，我觉得西藏的人文的一个起点，人文精神的一个起点啊。达赖喇嘛把自我牺牲的方式，他把自己神坛上要拉下来，面对观众，我是会犯错误的。这是西藏的人文精神方面起了一个开头的作用。谢谢，我今天就讲到这啊。OK。